咱来看民进党的立委林义锦涉嫌诈领助理费，将检调所在伊的国会办公室、个台南永康的服务处，约谈19个人。今仔透早5点外，台南地检署是裁定林义锦100万交保，这个姓黄的主任是申请羁押禁见。委员要不要谈一下案件是不是有委屈？我很想让法律就还我清白。经历24点钟的精神，民进党立委林义锦透早行出台南地检署，表情看起来淡薄仔忝。面对记者问话，伊是强调家己是清白的，了后就随坐亲友的车离开。委员是有认罪了吗？交保了后，林义锦随一个面册发文章向支持者信心发声，感谢大家关心，嘛呼吁司法爱理清真相，甲司法的资源幸福其他更较需要处理的弊端。因为林义锦被看作是总统赖清德的子弟兵，加上最近民进党烧杀发生，前行政院发言人陈中间被起诉，交通部长李明安落台事件，打击民进党的形象。其实我已经肯定清德兄在这一方面好几次了。从郑文灿的案子开始，就是一路检调几乎就是开绿灯，犯法官商勾结，不分蓝绿白，有案该办就办。我想这个才能带给我们一个新的气象。不断的放话说，哎呀，这是民进党的内斗啦，或者说是民进党内部的这个所谓派系斗争等等。我觉得只要是这样子，都是一种把司法当成儿戏。现在的检调所侦办的案件来说好了，其实民进党都是其一的标准，那就是尊重司法，勿枉勿纵。林义锦被指控涉嫌诈领助理费，南检伊当时去敲立法院的办公室甲永康服务处，甲15个嫌疑人甲4个证人，计共19个人带转去问话，落尾是12个人请回，5个人交保。原来林义锦是去互检察官认定涉嫌贪污治罪条例、伪造文书等罪，去奉下令以100万交保，姓黄的服务处主任声押禁见。记者综合报道。